农历过年咯，厝内嘛准备爱大饼扫。婆婆妈妈上头疼的所在就是灶骹，讲这个炒菜的油烟产生的油垢上歹处理。乡亲啊，若要去这个油垢，讲这个苏打粉，讲这个醋，拢有真大的妙用哦。咱做伙来看。加入落果仔切切的，这大饼扫上困扰的所在就是灶骹，抽烟机有够油的，免担心，家事专家有妙法。柑仔皮唔通单调，但入去果汁机加加的，搁加入洗碗精，都变成是天然的清洁剂。橘子皮本身它就是含有很多的那种橘子甘油嘛，哈，那橘子精油它本身就会有去油污的效果。那因为我加了水的话，那个油跟水是没办法合在一起的，就不溶嘛，所以我加了一个洗碗精，就让它可以乳化，就可以至少有水可以溶在一起，可以把它带出去。像抽烟机的这废油阿嬷，家放这清洁剂落3分钟，就真清气啊！好妙用的，也阁有苏打粉。这件粪扫桶有看到乌糖，该散寡苏打粉落，糖特别深入啊。另外桌布若感觉咧油，买当可以解决咯。先甲桌布放伫烧水内面，然后加这个小苏打粉落，浸3分钟了后咧，这桌布顶面油拢会无去。水道头顶面的水只，该加这醋的纸巾啊，放5分到10分。来做比较，清洁过正面加真清气，饼扫袂麻烦，用着方法，都会当互清洁加真轻松。好，2分钟。